讲到高雄因子武汉肺炎预防射的比率是比全国更加低，而且65岁以上民众注射率无到8成。为要鼓励到这寡时代来注预防射，高雄市的卫生局也推出注疫苗送米活动，今透早就真侪人来排队。不过有时代也讲，送什么物件不是重要的，是因为免登记较方便，因才愿意来做。 早起9点，中心中心外口就有真侪时代排队等要注新冠肺炎预防射。这2天来遮注射免预约，人随到就会当排队注射，而且65岁以上长辈，阁有通摕到1包1公斤的米。高雄市府头摆推出注射送奖品，送1包米，敢真正会吸引长辈来注射。袂歹。 嘿啦，啊，就米就上好啊，米就有遮毋知饱的。啊，无啥物效果啦，无重要，迄种无，我感觉无重要啦。方便自阮的解决。高雄市目前的注射率还未到全国平均的74.42%，其中65岁以上长辈注第一档的比率79%，嘛无到8成。 欧美国家注射的老大人有到9成。部分的长辈因为一些个人的因素以及心理的想法对于疫苗的部分仍然是可能是还想再等待一些时间。那希望透过送好礼那也可以增加长辈来接种的意愿。市府这2天准备1000包的白米，除了初8注莫德纳，初9注 AZ。 即马阁增加第3天，予长辈注第1剂的 BNT， 希望寒天流行感冒季节来进前冲关注射率。记者陈嘉文来为做高雄报道。